继续来看台南市透早伫咧东宁路甲胜利路口，一台奥多摆弄到一个70几岁妇人，全人随走去。不是话讲伫咧一个路口，随过去弄到别台机车，吊伤送医。这警方是调查这个骑车的少年人是干那15岁，上大生伊是去弄到一个查甫人，一路就弄3届，又搁是无牌驶车，才会来自行意外。 河市变市顶，妇人人去行，却是互另外一边抢红灯的骑车人弄到，也过造成事故，骑车人无看就离开现场。一台救护车拄好伫后壁，确认妇人人伤势无要紧，只是骑车这个人搁伫另外所在发生车祸，伊甲另外一台奥多摆顶面2个人拢受伤。被波及的拇指，要警察嘛搞啊！ 造成事故这个人互送医救治，不过已经连续3摆去弄着人车。一开始敢若先伫东宁路连心路口，甲69岁查甫人发生车祸，了后骑往东宁路胜利路口时，伊佫甲70岁骑车阿嬷弄着伤，佫再倒走，一直到东营街青年路弄着另外一台车，才用送病院。这规个过程民众拢有看到。他就转头就加速就走了，对啊，那。 一直到我追上他的时候，我跟他讲说：“你撞到人了，你知道吗？”他转头看了一下我，然后马上加速就骑走了。警方初步调查，这造成事故的人未成年，只有15岁，伊无驾照，不过也无酒精反应。初步了解为无照驾驶，疑因肇事后心虚逃逸，并依肇事逃逸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。 刑法规定，使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事故，致使人伤害而逃走者，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由这骑车的人未成年，身为法定代理人的父母，民法规定爱负连带责任，强行爱负赔偿者责任。由这骑车的人也伫救治，警方会等伊伤势较好了后来调查车祸发生的经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